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愛的道理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哥林多前書13章4至7節。呢節經文係講道嘅好題材，因為保羅詳細列出愛係乜嘢嘢，總共有6項，又唔係乜嘢嘢，有8項，好似喺度定義愛係乜嘢嘢。講完只需要呢15項逐項解釋，好快就匆匆足足咁預備好1個鐘頭嘅講道。會眾聽完亦都以為掌握到愛嘅原則，只要遵守呢啲 do and don't 就係有愛啦。我哋亦都常見喺基督教婚禮嘅訓勉環節引用呢節經文，教導準新人點樣彼此相愛。我哋聽道而行道，然後發現只係第1項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就已經叫我哋唔合格啦。好似係夫妻相處間，一見到對方缺點就忍，可以忍1日，忍1個月，忍1年，然後終於忍唔住就話我已經忍咗你好耐啦。請問我哋喺度理解呢段經文嘅時候，係唔係出咗乜嘢偏差，導致我哋只有頭腦上嘅愛，卻難以活出真實嘅愛呢？我相信保羅絕唔係要喺呢度羅列一張清單，叫我哋憑藉血氣去遵守。因為保羅喺呢幾章經文要處理嘅係關於屬靈恩賜嘅問題。原來哥林多人有一個問題，就係為住自己所擁有嘅屬靈恩賜而驕傲，並且與人爭競。但係保羅提醒信徒，最大嘅屬靈恩賜係愛。一切嘅恩賜都會過去，但係唯有愛係永遠長存，因為神就係愛，而且佢願意同我哋分享呢個愛，又叫我哋與人彼此相愛。愛係恩賜，呢個係乜嘢意思呢？恩賜亦即係禮物，係我哋唔配得嘅，亦都冇辦法賺取嘅。如果我哋想攞金錢嚟換取禮物，呢個就係我哋羞辱咗送禮物嘅人啦。上帝嘅愛亦都係咁樣，我哋冇辦法靠好行為去換取佢嘅愛，亦都冇能力去靠自己去好似上帝咁樣去愛人。上帝係無條件咁先愛我哋，而我哋亦都唯有先接受佢嘅愛，先能夠懂得無條件咁去愛人。愛係一件苦差嘛？如果我哋裏頭冇愛，而要不斷付出俾別人，呢個的確係一件苦差。如果我哋按照自己嘅喜好同舊有嘅模式去愛，亦都常常發生好心做壞事嘅情況，最終亦都係吃力不討好。所以當我哋要愛神愛人之前，我哋係要先禱告，預備自己嘅心能夠領受天父所賜嘅愛，讓我哋嘅心好似海綿一樣浸透喺佢嘅愛中，然後我哋先能夠以佢神聖嘅愛去滋潤別人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由國正網絡 CCCon Media 提供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。聽日見啦！